国公布要甲台湾扣对顶关税20%，总统赖清德表示也袂讲定，20%只是暂时的，会搁甲美国继续吵。美国东岸因为强烈风暴变大雨做大水，纽约州甲纽泽西州进入紧急状态，真侪所在交通拢袂紧袂动。军田阮经病院甲疗养院有54个病人用止痛药粉痰饮料，竟然就死去。这查落发现是药受到细菌污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当然是来关心关税消息。美国公布对台湾的对顶关税要扣20%，是比咱产品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甲韩国的15%还佫较悬。总统赖清德就表示，台美双方是也袂讲定，20%只是暂时的，会佫甲美国继续吵。不过在野党迄边都毋是安尼想啊，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批评讲，这是重大失败。也若民众党的党主席吴国昌是批评讲，摕什么物件去甲人谈判，拢无互国人知影，根本就是黑箱谈判、独裁政府。虽然已经获致阶段性的成果，但20%从一开始就不是台湾谈判的目标。我们希望在后续的谈判当中，争取台湾更有利、更合理的税率。对美国公布台湾对顶关税税率，总统赖清德一直强调，这只是暂时性的做法，因为最终的总结会议也未进行。虽然台美双方也就供应链合作，也有上界重要的232条款继续协商。美国也有提出他们议题的设定。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于半导体、ICT 产业跟电子零组件产业。这个调查尚未公布。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进行一个原则性的磋商，待它公布之后，我相信谈判团队会就232的部分跟美国做进一步的谈判，那时候情况应该就会明朗。20%虽然是暂时性税率，不过台湾主要竞争对手日本、韩国拢是15%，就惊国内产业受到冲击。赖总统强调，台湾的谈判策略除了秉持平衡台美贸易逆差，也有互补互利为原则。政府也调整台湾产业竞争力甲升级转型。虽然特别条例、特别预算还没有通过，还没有执行，那我们已经用以缓济急的方式，就目前受到冲击的产业，在进行多项的支持。行政院有必要因应现在的这个情势，做全盘的调整。我们在谈判过程当中，不断的跟美国说明，有关国会权利的，我们一定要经过国会同意。此刻不宜贸然去定位这次的谈判是成功或失败。这个时候的谈判团队跟政府，尤其需要在野党的支持。根据北京公布文件，新税率有加伫台湾时间8月7中到12:01分生效。外团台湾提出3000到4000亿美金的对美投资，争取更加低的关税。赖总统讲，谈判依然伫进行，其有保密协定，无多讲较多。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去互美国扣20%的对顶关税，对咱的产业冲击到底有偌大？根据经济部的报告，这影响上较大的，会是这做工具机、模啊、电子材料甲塑胶制品的产业。因为这个产业，咱上界主要的竞争对手日本、美国是甲伊扣15%。加上即阵这日票在落价，这拢会造成咱的产品价销较歹甲人竞争。另外，若是来看这农渔产品的部分，咱当年南花是有4成销去美国，年产值60亿。也若背后好受7成，南米大亚2成4。即阵这关税压关对农渔民来讲影响拢会真大。也若是上尾，就来看咱销去美国上界重要的产业半导体甲电子产品，因为美国迄边是有一条232条款，也就是讲销去美国的产品，若是会伤害美国的国安，因的总统是会当用加扣关税方式来保护国安。咱台湾的半导体就是去互美国列伫咧这项内底。所以讲，并毋是适用今仔日公布的20%的税率。预计是这2礼拜，美国就会公布因调查的结果，公布讲咱的半导体到底会去互因扣偌重的关税。
台湾产的高阶红玉红茶价格是4000元，如今买到美国关税是20%，价格变成4800元。不过，如果它的产地是日韩，税率是15%，价格变成4600元，就会产生差异。这就是台湾商品销去美国，加上20%关税了后的计销。虽然台湾第一的名声是烫素海，不过税率就是比日本跟韩国较悬5%。大概是我们在6000多。公吨左右，我们台湾年产量大概是1.2万吨。那包括现在日本的这个抹茶，在美国行销的非常好。台湾食品外销最近这几年是行较有路，高附加价值的路线，资本就无俗。今嘛，佮加上20%的关税，计销可能佮较无竞争力。根据经济部产业技术司的评估，2014年饮料食品的产值差不多超过1兆，那扣20%的对等关税，产值会落超过1个百分点。有一批差不多4到5个货柜要到美国去，也因为这个关税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变成说停下来。另外，精密工业更加是重灾区，包括模具、塑胶，产值的冲击超过-5%。另外，影响更较大的工具机，产值的冲击嘛有到-3.67%。产业工会亲身出来安大厂商。我们可能都是透过代理商，那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朝着自己直销的方式，或者是找做一些联盟直销。相对之下，螺丝的产业是搁较无乐观。2月份就因为232条款，红纳入25%关税范围。今嘛价格的螺丝面临中国下价竞争，中国价的螺丝搁再面对日本、韩国、甲欧洲无同国家的影响。台湾的很多螺丝业界的营业额都降了50%以下。像我知道的2个好朋友，订单全部挂零。劳动部公布7月份通报无薪假人数增加上济，是一间生产汽机车零件的业者，计共193个人，还有一间做数位电视天线的厂商，拢总55个人，拢是甲订单减少有关系。后续关税冲击，无排除会继续产生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因那墨西哥关税是暂时维持伫咧25%，因若讲到这加拿大甲瑞士关税是颠倒比超进前搁较悬。加拿大是对原本的25%变做35%，瑞士对31变做39%。除了国际关注美国的关税，美国英国来联邦上诉法院，即阵嘛已经开始咧审理讲，这项关税政策到底敢有合法？在川普的主导之下，美国史上第一摆对盟友和非盟友来扣关税。8月7日期限到进前，白宫阁公布一波包括台湾在内的税率，内面值得关注的是加拿大对25%提关到35%。另外，瑞士嘛因为协调未付工程，税率对35%有关到39%。What's the hold up with the negotiations with Canada? Well, they have to pay a fair rate. It's very simple. 白宫表示讲，加拿大无和美国合作来阻止芬太尼和毒品流入美国。另外，阁对美国的关税是采取报复，所以向施加高关税。虽然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深深的失望，但是美加之间其实是有美墨加贸易协定会当来消透一个，大部分的产品会当得到豁免。同款在 USMCA 的保护线之下，墨西哥是采取拖时间的战术，成功加25%税率的期限延到90天后。Pues logramos un buen acuerdo, nos mantenemos como estamos y son 90 días para seguir platicando, dialogando, construyendo un acuerdo de más largo plazo. 不过，专家认为，这对墨西哥来讲，其实是有长期的负面影响，尤其会引动墨西哥商界的无确定性，进一步影响国际投资。另外，川普政府的全球关税嘛面对重大法律挑战，因为迄当阵川普是引用1977年的法律，讲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紧急状态，用来闪国会表决嘛引起关税大战。但是有真侪间企业拢无认同紧急状态的定义，走去法院来提告。今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已经裁定讲川普关税违法，不过川普政府嘛提出上诉。今麦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已经在美东时间31早起10点开始庭审。假使美国政府若败诉，恐惊就要面对方要求退行全球关税见效状况。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转来看咱国内，第23早日半暝，伫咧高雄6区迄带有一台车厝落山坎，即阵现场是有找到车的车体甲部分的遗体。这时阵驾驶的家属嘛对花莲赶到事故现场，我嘛会当赶紧找到因失踪的亲人。
失踪驾驶的亲人看看行入宝来消防军队，因为心中也阁抱着希望。驾驶的阿母甲兄弟姊妹对花莲来到六股，准备要去事故现场关心，希望透过因的呼叫，会当赶紧找到失踪的人。家属讲，因为后生工课伫高雄，新妇是桃园人，所以久久才登去花莲一摆。最近一摆团圆已经是过年的时阵啊。小的我们都还没，也不晓得他的名字，还没取名字。就是最少的这个有取名字了，他们有相片是有，我们的赖奈子他有传给我看。早起的搜救有发现完整的汽车车体，但因为骨头甲石头大受侵，下晡消防人员持续针对车体进行开挖，考虑到车出来了后人可能会游出去，佮加上附近有找到大人囡仔的衫，现在嘛按算要出动搜救犬到找找，五望会当有新的发现。跌落的时候有3人可能会弹出去的附近。请搜救犬帮我们去在还有通过他的嗅觉没有办法遗失的几个点。除了持续进行搜救以外，公路局也伫下昼抢通第20线六股段79公里的帮立。公部门的车队也是载着满满的物资，包括药品、罐头、泡面、牛奶粉、肉珠啊等等。送去已经交通中断几日天的桃园区，看到车队之外，不少民众拢来倒搬物件。民众望雨会当卖过落啊。外面的家人都会担心我们这边的状况，这样子。等一下，想先领食物。对，大概就是在食物类的都比较多。因为气象署预估高雄地区到初5进前随时会变大雨，因此市府也持续针对宝来甲桃园的警戒区进行预防撤离。到初5为止，大约800几个民众拢爱撤离到收容所，也是去亲戚朋友遐照大，避免发生危险。记者郭家祖、用高雄场报道。因为南投嘛一直咧落大雨，将南投市虎南二路因为这地势较低淹水，警方是有叫封锁线，无爱互车过。不过煞有一个民众骑机车硬要冲，转渡水死亡。也若是德山是有15个地龙去满地，所以因为溪水中陷佮错漏，掉伫咧山内。救护车赶到现场，召集民众赶紧报救护车，这个方向去救人。救援人员甲找到的4单的查甫人送上救护车，赶紧甲伊送去病院，不过也是不幸死亡。代志发生伫7月3日，南投市的虎南二路因为大水雨、大淹水，看袂清楚是路也是田。警方有使用封锁线甲伊围起来，不过也是有一个57岁4单的查甫人，唔管边仔人阻止，也是想要骑车过，结果尾啊连人险车冲入去淹水的所在。但是该名男子无视封锁线，仍硬闯进入，随即摔车倒地，消失在淹水路段。民众随即拨打119报案。也伫南投德山，听讲有15个种地的人甲家地的师傅，因为开水冻起来，掉伫这个大安山区。目前路袂畅通，无电啦，所以我也无买偌济物件入面。旧图54线30K 啊26K，因就入去捡地袂当出来就无法度啊。讲所有拢有传救援的物资，不过考虑有水也是真错漏，救援人员伫安全考虑之下，无要冒险倒过，先用雨伞穿也是伞来送这个物资，暂时解决无物件食的问题，等到天气较好时，就展开救援。记者综合报道。毋那咱台湾在落大雨，这美国的东花嘛因为强烈风暴落咧落大雨做大水，亲像在纽约州甲 New Jersey 州31下晡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市长岛、哈德逊河谷等等真侪所在，拢有这车路淹水、地铁停驶、飞机取消的情形。大水雨流落地铁的月台，都袂输水墙共款，水位车厢的顶悬直拼落来，地铁嘛完全冻点。美国东海岸当地7月30受到强烈风暴系统的影响，地处大纽约地区落大水雨，淹水严重。纽约市部分所在地铁、火车暂停营运。纽约州斯坦顿岛的排水系统因为无法度消透超磅的雨量，道路的排水孔水倒结规个喷出来。因为积水经过地下道的车驶真慢，有的底盘较低唔敢过，规气势翻头。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东北部为巴尔的摩华盛顿都会区向北边一直到宾州的费城、德拉瓦州的威明顿、纽德西州纽华克、甲纽约市都会区发布山顶变大水落来的警示。另外嘛针对95号州际公路大部分的所在发布强烈雷公雨的警报。到30暗，纽德西州有超过14000户失电，警方4架去救受困的民众甲驾驶。31下晡，纽约州甲纽德西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州长霍处发声明，
纽约市中岛甲哈德逊河流域上大的降雨量会达到5英寸，差不多127毫米；一点钟的降雨量可能会超过2英寸，差不多51毫米。这场强烈风暴大大影响交通。美国铁路公司宣布，因为积水比铁基路较悬，电视费城往回德拉瓦州威明顿的列车停驶。会看淹水的情形，决定恢复通车的时间。国家气象局警告，宾州1点钟内降雨量会达到76毫米。另外，纽约、华盛顿、费城、纽华克、甲波士顿等等的所在，北京机场尚无取消1170班飞人机座，还有几百航班都要延后起落。气象专家指出，这届风暴的系统唔但带来大水雨，可能佫会透风甲雷公四纳。这届大水雨有可能会落到当地8月初1。公司新闻，但是同编译。阿军从对4月开始，就滚到经病院甲疗养院，有这病人用止痛药芬太尼了后，病情向恶化，竟然计共是有54个人死亡。这卫生部查落发现，这款芬太尼是去互细菌污染去，而且佫有掺假药啊。不过，这个案件并无任何人去互起诉，这死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伫咧病院外口抗议。伫医疗上红广泛使用做麻醉和止痛药仔的芬太尼，因为伫咧病院系统经营的时阵受到污染，造成阿根廷有54个病人死亡。因的家属伫咧拉普拉塔这间病院外口在抗议，因为内面有15个死亡病例都发生伫咧遮。家属的目屎戳戳滴，大骂政府虽然真侪摆突击搜查药厂和药局，但是伫咧经过3个月的调查了后，所共款无去起诉甲假药仔掺入去内面的分销商。Nosotros, pasado 12 de abril, perdimos a nuestro hijo, en la cual él estuvo en terapia intensiva con un tratamiento de fentanilo continuo. Falleció en 3-4 días, estuvo descompensado totalmente, con una infección general, falla multiorgánica que no supimos de qué se trataba porque ni los médicos nos supieron decir. Lo que sí se sabe es que la contaminación provino de la ampolla cerrada de fentanilo, del envase que es una ampolla de vidrio cerrada y ahí contenían las bacterias que son las mismas. Luego hicieron las pericias en las muestras de los fallecidos, ¿no? Tenían las mismas bacterias. 对4月中开始，阿根廷的卫生部就接收到真侪省至少6间病院和疗养院的通报，因为受到污染的芬太尼死亡的病例，而且伫咧假的芬太尼内面验到2种抗药性的细菌，病人伫咧插管治疗，也是伫咧加护病房的期间，只要使用互这2种细菌污染的药仔，就会造成致命的感染。另外，卫生部是查出受到污染的芬太尼至少有3批，药厂和实验室这分销商所有营运拢互暂停，而且要求因爱甲这药仔对市面上拢总撤回。芬太尼做止痛的药仔，伊的效果是比海洛因悬出50倍。接受调查的厂商表示讲，因推测是药厂受到破坏，嘛已经准备相关文件和生产流程的档案要交予法官。另外，法官嘛要求卫生部提供对4月开始，因为受到污染的芬太尼造成细菌感染住院的所有病人的资料。公司新闻新路报编译。好的剧本也得爱有优秀的演员来经，为着培养新世代台语演员，台语台5月片开表演班，明拜6校园就要办结业公演。毋望是当拍破大众认为这台语剧敢若乡土剧的印象，所以来嘛有按算要伫咧高雄开课，9月报名。讲真假，烧金对恁来讲敢若真简单，我爱头一摆烧金到大也袂发生呢。烧金是一种礼貌，毋是美国人拢食假，是恁想保守啊。对通配的过程关心朋友的生活，这是舞台剧收配快乐。舞台中12位表演者拢是台语台表演班的学员，因当地为正式公演做准备。有的人已经有演出经验，嘛有因为兴表演专度来的。有学员讲用台语学表演的时，才发现感情表现电脑有法度下愈深。嘛有学员希望未来台语演员的戏路通愈来愈快。用台语的时阵，我就是最有感觉的。较高考啊，较高好啦，较高好啊，较高笑，就是比华语搁较有感觉。以后无可能拢一直拢做迄
迄落寞的戏，也是其他呀。即摆有足侪无共的戏出，就会当有搁较侪无共款的演员来加入这个表演内底。台基大这几年推出真济无共类型的戏出，亲像盐水大饭店、成功路上，也有拜六礼拜等等，反应拢真好。都是希望大众对台基的想象，莫干那限制伫咧乡土剧。不过有好的剧本嘛，就有优秀的演员。为着要培养新世代的台基演员，台基大自5月开表演班训练3个月，希望这台基演员未来通伫咧影视市场顶进发展。咱应该要有搁较侪以台基为主的剧本。伫咧表演世界内面，你要先介意你家己，你要先知影你家己好伫咧倒位，好伫咧什么所在。台基大表演班拍算伫拜六正式结业，然后过来嘛伫高雄开课。拍算9月1档开始报名，11月开学。希望透过培训台基演员，伫咧台湾各地点子，拍破华语主流的影视版图。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这个拜六礼拜是要办台基认证考试，今年计共有16000多人报名。本地教育部是按算讲，这比更要改做电脑考试，不过考虑到讲要考试的嘛有真侪老大人，所以讲要维持用纸本来考。主持今仔节目的金蕉哥哥主持台基2小节目了后，就开始甲台基慢慢扣回来。伫这组人的鼓励之下，准备搁一摆要去挑战台基认证考试。伊讲旧年考到中级的 B1， 今年搁要拼中高级的 B2， 未来搁要挑战上高级的4级。进前 A 嘛 ，A 考过来即马 B1， B1 搁有 B2， 那有机会我嘛想讲，我若用考到 C， 我就用去好好做。老师，家囡仔教讲，咱即摆台语有足侪新的词哦，你嘛要学着。8月初2、8月初3是教育部台基认证考试，拜六考 A 卷，礼拜考 B 卷。同款是礼拜要去做考生的，阁有77岁优秀下阿嬷，为着准备即届的考试，伊写2本满满的笔记，希望台基唔通断去，会当甲母语传互伊的宝贝孙仔。阮孙真细汉，我嘛想着讲，伊咧读1年啊，嘛是会去行这台语嘛，咱台语强要无去啊！我感觉台语的历史应该爱传互咱的后代搁后代。阿嬷讲，昨才无细里对便所跋倒，互救护车载去病院，他甲天3、4针。阿嬷讲，伊第一个想到就是惊无法度参加即届的考试，加在提供备保庇，互伊顺利出院。我在烦恼迄天坐椅啊，毋知坐会调袂，因为怎样上落去安尼啊，厝都跋倒嘛。毋过嘛是搁要考试。啊，对啊。所以我等下嘛是搁在主题去读个。教育部主本就对外表示，规划即届考试甲 B 卷也甲 A 卷同款，改做电脑考试。不过考虑到 B 卷的考生有较侪时代可能会对电脑无熟，最后也是决定维持用纸本考试。也若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即届报名台基认证的人数计共有16548人，其中考 A 卷的是9775人 ，B 卷是6773人。教育部也希望透过台基认证考试，鼓励较侪人来学台语，走向发展台语的目标。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若讲到荷兰，就会想到风车。这荷兰的风车是用来倒过去，是用来倒做事的。不过，即阵是渐渐变做观光特色。这款风车看起来结构真简单，不过嘛是需要定期的维修甲保养。目前荷兰是有1200座风车，拢是靠有证照的风车操作员的维护。所以讲，这项技术嘛列入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伫荷兰西北边嘅赞瑟斯汉斯有正美丽的风车村，风车伫咧西顶人的时阵，那真有诗意，一个人产生强大力量。伫咧过去几多百年来，荷兰靠着风车开发农业甲其他的产业。风车会当产生能源加排水，会当甲谷物磨做面粉，或者是固茶。风车除了靠风，也管有一定负责维修的专业风车操作员。Most people don't know that this profession still exists, and they are not aware that a mill has to be run by a miller, and what a miller has to do, and that it's still possible to work or spend time on a mill. So, and they are usually very interested. 贝克是荷兰风车操作员内面正少数的女性，伊就住伫咧风车内底，壁顶也有搭用手画风车结构图。行过伊大个所在，壁图门开开就能看到风车的部分结构。对正行楼梯爬起嚟，就能爬起嚟风车的顶半部。贝克的工作就是定期检查维修。
A mill is like a car. It needs to run. It needs to move. Otherwise, it becomes wet and wrong. And you need a miller to make the mill move, to make the mill work. 专业的风车操作员就要接受2年到3年的实地训练，通过考试了就能得到认证执照。保持加 DID 就是最近通过考试的风车操作员，伫风车村做志工。因考执照唔是要趁钱，是一种维护荷兰文化遗产的热情。You have to know what you can expect from certain kinds of weather. And the wind, of course. Thunder is also a very dangerous thing for the millers because of the lightning. 风车要设震动，除了爱有风，有当时风车操作员一个斗杀一个。虽然这项技术的知名度无大，不过已经列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内面。每一位风车操作员拢认为家己有一个使命，希望美丽的风车会当永远留伫咧荷兰的这片土地。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